各位兄弟姐妹平安。咱要开始10点的礼拜，请咱将咱的手机关机，请走角。上帝啊，愿你关大搬过这个天，愿你的阳光搬过全地，因甲我的骹步设牢网，压制我的心神，因伫我的面前开巷坑，家己反转跋落迄内面。上帝啊，我的心自在，我的心自在，我要吟诗，我要唱歌学乐。我的神啊，你着精神起来，琴啊、瑟啊，恁着精神起来。我本身要真早精神起来，主啊，我要伫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伫列邦的中间唱歌学乐你，因为你的慈爱大到拄天，你的诚实到强冲。上帝啊，愿你关大搬过这个天，愿你的阳光搬过全地。三个吟诗圣诗121首，圣诗121首。上帝听透，赢过一切。请起立，咱三个来吟全首。
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必立岛人来受苦，领十字架，死埋葬，地入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我就天，他就是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会赦免。肉体过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是咱要三甲来启用，启用文伫圣诗后面48篇，启用文48篇，也是以赛亚53章。启用文48篇，咱用交托方式三甲来交托。咱所听到的，啥人会相信？上主予伊的仆人，亲像新的眼布出来。因无好形状，无好看头，通吸引咱。伊予人看轻，受人气杀。人毋面毋看伊，伊确实有担当咱的忧闷。总是咱想讲伊受责罚，伊为着咱的过失，互枪插。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咱拢亲像羊迷路，上主将咱正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伊受压迫，受苦楚，伊亲像羊羔，互人牵起台。伊拢无出声，伊受无公道的审判，互人掠去。伊为着我的子民的罪过受鞭拍。虽然伊无用暴力，人将伊甲歹人带做对。总是上主的旨意，予伊受鞭拍、受苦楚。伊会当岁寿，看到行行顺顺。经过受苦，伊会看见光。我义的仆人要互真侪人成做义人。所以，我要互伊甲有地位的人分所得到的份业，因为伊放杀性命到死，总是伊担当真侪人的罪。请咱同心按头来祈祷。天父，阮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伫主日的时，互阮甲你搁一摆相见。我们用学乐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互阮会当开声学乐，求你的神来感动阮，互阮看起主极大的疼痛。慈悲的天父，伫过去的一礼拜中，设使阮所行若有得罪你的，我们搁一遍来到你的面前悔改认罪。主恳求你的恩典，搁一摆撤销阮的过失。阮看见家己的无够业，阮要用谦卑、疼心，甲你来同行。亲爱的主，
求你，互阮专心找求你的声音。当阮伫人生重要的抉择、改变，也是听候的时，互阮知你的心意伫倒落。阮知人的路尾是上帝的起头。主，你是愿意施恩、赐福、帮赞的主。求你听阮的呼声，解决人所袂话的困难。互阮看起你内面的丰盛，搁明白你奇妙的带领。因为万项有拢伫你的手中，叫阮后仔行，拢伫你的祝福内面。主耶稣，阮搁一遍感谢你，你捌道成肉体来到这个世间，为阮的性命带来得救的愿望。求你打游园，赐圣神保惠师予阮，将天顶的平安带到阮每一天的日子。教会中若有破病、软者的肢体，阮求主亲自来医治；软心倒体的，也求主看顾，加添力量。当兵出外的，主恳求你的平安，甲因同在。这时，阮要开始的敬拜。求主的圣神临到阮的中间，除去撒旦魔鬼的狡诈，通过陈牧师的嘴开听你的道理，通过你的话来成做阮的帮赞。阮伫你面前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三个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5章38节到48节。马太福音5章38节到48节，和合本伫第6页，台语汉语本伫第5页。上帝的话安尼讲：恁捌听去有话讲，目睭陪目睭，喙齿陪喙齿。但是我甲恁讲，无得甲歹指责。若有人献你正平的喙皮，倒平的也挖予伊；有人爱告你，摕你的内衫，外衫也放予伊；有人勉强你行一里，就甲你行2里。规日对你求的，予伊；要甲你借的，无得挖走。恁捌听去有话讲，着听你的厝边，怨恨你的对敌。但是我甲恁讲，对着恁的，着听因；困着恁的，着替因祈祷，互恁诚做恁伫天里的爸的囝。因为伊予伊的日起来照歹人甲好人，也用予恶义甲不义的人。因为恁若听从恁的，有啥物报赏？遐会抽象的减无安尼行嘛？恁简单请安恁的兄弟，有啥物较赢人？外邦人减无安尼行嘛？所以恁着宣传，亲像恁的天父的宣传。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这时要来赞美圣歌队，今仔日要学乐的诗歌是看不见的时候。
正道，即是咱请谭牧师今仔要分享的题目是创伤医治关系复原。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分享大圣，咱倒一届来感谢。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通过礼拜，阮有份通好用歌声来学了你，感谢你。伫礼拜中间，你嘛将你的话赏赐予阮，特别诚侪圣经会当互阮来领受。愿主一等的分享、探讨的过程中间，主上帝你的神亲自赏赐予个人无共款的亮光以及感动，诚做阮每一个人生命的帮助。主愿安尼向你恳求、感谢以及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近几冬来，每一届选举一个到，咱常常会听到一个词，或者转型正义，国语或者转型正义。到底啥物货或者转型正义？转型正义是一个国家要迈向民主化其中一个重要的课程。转型正义要完成的目标，是要回顾历史，对过去所发生过的政治冲突，也是战争的罪行进行检讨，互加害者甲受害者有一个和解的机会。虽然讲加害者爱面对制裁，总是重点犹原是放伫和解，因为转型正义最后要完成的，就是要促进未来的和平。所以和解是要防止这个冤仇继续来延续。虽然讲转型正义的目标是要和解，毋是要报仇。总是咱基督徒伫面对国家即种公共的议题时，到底咱基督徒是要安怎来看待？咱拢知影讲，对圣经的中间，咱绝对找袂到转型正义安尼字眼，咱绝对看袂到。不过，咱会当对旧约圣经内底犹太人的历史看去讲，因所敬拜、所跟随的上主，是一位会替人伸冤的上主。面对犹太族群的内部，上主会替遐个受到压迫的弱势者来伸冤。这犹太族群面对外邦的攻击的时，上主嘛会起来帮因报仇。总是我要讲的是，不管是替弱势者伸冤，也是向外邦人报仇，上主的攻击拢是被动的。拢是被动的。那安尼，伫犹太族群的内面，人甲人之间若是有冲突的时，上好是上主采取即个裁决进程，爱先来和好，先来和解。加害者必须爱回失的，必要的时爱才有律法的规定来赔偿。当然，受害者嘛得通过律法才会规定来讨公道。虽然律法内底有写讲会当要求目睭赔目睭，喙齿赔喙齿的赔偿方式，不过为了莫互怨恨来继续延续落去，我想原谅甲赦免、了赦是上好的回应。原谅、了赦甲赦免是上好的回应方式。尤其是面对迄种无张持、无细腻、毋是故意所犯的过错，尤其是爱咱用怜悯、包容的心来回应。不过，安尼的和解必须爱建立伫双边拢是敬畏上帝安尼的基础顶面。不过要讲的是，徛伫耶稣的时代，若是拄着迄种刁工要欺负人，要压迫人，佮无照律法，甚至袂惊上帝的人要安怎？迄个压迫别人的，都是掌权者要安怎？若是压迫咱的是掌权者，咱到底要找啥来伸冤？
如果讲咱一直受到人的欺负，上帝对安尼的代志拢无回应的话，减讲咱会当采取报仇的方式来回应。咱减会当讲，反正上帝无要管安尼的代志，咱规气就来比看谁的拳头宝较大粒。我想怨恨报仇，这毋是上帝的本性，嘛毋是上帝的本质。永远不变的疼，完全的疼，才是上帝的本性。既然咱知影讲报仇甲怨恨拢毋是上主的本质，那安尼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就是耶稣伊要对律法，搁做一摆符合上主心意的解说。尤其耶稣的即个解说，上时也是符合犹太人当时的处境。来做勉励。若是讲今仔日咱所领受即段经文，重点是放伫爱听对敌的话。那安尼咱来想看卖影，啥是咱的对敌，之水是咱的对敌。若是照即段经文的背景来看，伫耶稣的时代，犹太人上大的对敌，就是罗马政府、罗马政权。当然，这无代表讲犹太人中间伊袂彼此欺负、彼此压迫。总是犹太人中间至少都有律法甲诫命，会当是因咧中间来做裁判。总是若是罗马政府对因咧压迫，罗马人确实无咧插你有啥物律法甲诫命，皆毋是。所以耶稣真要紧，要来重新解说律法。一方面是要互犹太人倒一解重新来明白上主的心意；另外一方面是要互因将上主通过律法对人的保守甲疼，会当扩展到伫外邦人的身躯顶。简单讲，律法甲诫命要求人爱彼此相疼、彼此包容、彼此了解，安尼要求。是相共款扩展到伫外邦人的身躯顶。总是咱爱知影讲，耶稣将上帝的疼扩展到伫外邦人，安尼的解说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是真恶理会当接受的。因为阮是受欺负迄边，为虾米耶稣你都爱叫阮包容甲了解？总是耶稣安尼的要求是毋望会当帮助犹太人。伫心灵上、肉体上，拢会当白白得到平安甲讨报。今仔日咱所领受的这段经文，尤其是39节到41节，是咱常常会拄到别人挑战，嘛是咱一直以来真恶地了解一段经文。毋知影咱敢有受过别人的挑战无？圣经内底头我咱读的，毋是讲，若有人说你这边的喙皮，啊你倒边的喙皮爱安那？说过，我毋知影恁的朋友敢有安尼来讲生笑过无？有嘛？啊恁啥物反应？无法度，圣经就安尼写，规气互圣神的好啊。不管耶稣讲的，是互人信正边的喙皮。也是互人抢来衫，也是互人强迫行两里路，这三项代志对犹太人来讲是极其侮辱的代志，极其侮辱的代志。咱想看卖影，一个人伊要用正手来扇对方正边的喙皮，要安怎扇？用正边扇过，绝对是扇着对边，倒边嘛。啊，是要扇着正边的喙皮，是要用手掌还是手盘？用手盘，这边有骨头上顶的所在。总是不管安怎，这个动作所代表的是一种藐视的动作，看轻对方的动作，是无将对方放入眼内的动作。这是一种侮辱的动作，用安尼人扇喙皮。若是有一个人，掠另外一个人去到法庭，当场要告伊抢伊的内衫，要抢伊的内衫哦，啊，都无跟意思。
这嘛是真侮辱的代志，这嘛是真侮辱的代志。若是有人强迫你搬伊的行李来陪伊行路，我要讲的是，不管行偌远，当伊强迫你派伊的行李陪伊行的时阵，这个动作就是无将对方的自由甲尊严放入眼内，是直接将你当作奴隶来看待。这对犹太人来讲更加是为难，因为因一安息日的规矩，一安息日迄一天，人才会当行3000公尺的这个距离，3000公尺的距离。虽然上看卖啊，行一里敢有超过啊？敢有超过啊？有嘛？恁的数学可能在倒。安息日行3000公尺嘛，啊行一里敢有超过？所以耶稣讲安那，反正超过，你会规日行2里。总是我要讲的是，安尼会强迫对犹太人心内真白目，真白目。耶稣伊遮所举的3种侮辱人的动作，拢是当时罗马兵丁会对犹太人做的行为。面对安尼的侮辱，面对安尼的暴力，耶稣教是因毋通抵抗做歹的人，毋通抵抗做歹的人。即句话的即个内涵，其实是咧提醒人，咱要对抗，咱若是想要对抗歹人的时，有时阵咱会变做迄个愈较歹的人。我咧讲一摆，有当时咱为着要对抗歹人，但是当对抗的队员中间，咱检采会变做比对方搁较歹的人。一件邪恶的代志，不管送来做，上款拢是邪恶。袂因为罗马人因的暴力就是邪恶，犹太人的报仇或者正义，暴力就是暴力，邪恶就是邪恶。所以耶稣背后所要强调的是，毋通因为别人做歹，毋通因为别人做歹，咱的心就对变歹，咱的心就对变歹。耶稣恐惊安尼影响造成的危险，就是原底受害者卖接续去欺负别人、压迫别人。咱来看42节经文安怎讲？咱手中若是有好学本，咱做伙来读一解好无？请。好，安尼咱教会圣经的版本来统一一下。后来我来读一解，42节，人若对你求，就予伊，甲你借，毋通拒绝。总是咱头毋是咧讲吗？罗马兵丁毋是拢用强迫的吗？啥物时阵罗马兵丁会甲你拜托，甲你求？无啦，这段耶稣是咧讲，当你面对比你更较弱势的人的时阵啦，当你面对比你还弱势的时候啦，这就是安那耶稣特别强调讲，受害者本身毋通变成歹人，因为心内的迄个歹，心内的迄个创伤甲毋甘愿，有时阵会伫比咱较弱势的人身躯顶来发作。这就是安那耶稣爱当时的犹太人，恁两边的喙皮规气拢互人扇扇的好啊。然后人要摕内衫，你就换衫嘛，互人好啊。啊，反正人要求你要行后远，你就陪人行好啊。咱会敢讲这段耶稣的教示，亲像真消极呢，很消极，有无？人要创啥？救灾人啊，凊彩啦，随便啦。其实咱毋通将伊看作是一种消极的一种教示。耶稣的教示乃是一种有目的、有企图心，而且非常积极、要阻挡歹无自心内产生的做法。意思是讲，我两边互你喙皮扇扇的好啊。我袂因为一边无互你扇着，只仔带你扣分，
我袂因为一领衫的关系，心内甲你怨恨啦；我袂因为陪你行路，心内就想要甲你报仇。耶稣意思就是安尼嘛。咱人莫互世间上任何的代志来影响咱人心内原底的良心啦。无因为人甲你拍，人甲你抢，人甲你欺负，来改变人心内原底的良心。接续耶稣伊阁继续为着疼厝边甲怨恨对敌来做处境化的即个解说。耶稣讲，着疼恁的对敌，替迫害恁的人祈祷。耶稣真正有两方面的用意。第一方面其实是真实际上的即个用意。咱知影讲，若是犹太人对罗马人心内怨恨，有想要报仇的意图。我要讲的是，这对伊本身，甲对因厝内底的人，甲伊的朋友，拢有危险。不管迄个犹太人对罗马人报仇有成功无成功，最后罗马兵丁敢毋是对来到前门骹口吗？当无咱罗马兵丁来到恁兜的时阵，伊的刀摕出来时，敢讲家会死一个人尔吗？敢讲伊袂淹煞，继续抬落去吗？所以耶稣直接意思就讲，恁疼厝边真好，不过上好连恁的对敌嘛做伙疼落去。当恁疼对敌的时阵，恁心内就无怨恨，就袂想要报仇。因为当你想要报仇的时阵，你原底疼的厝边嘛会有危险。所以只是一方面上实际的即个教示，毋通想要报仇。有时阵伫咱的生活内底，咱心内有怨恨，想要报仇的心，总是最后受到上大伤害的，往往毋是想要报仇的人，颠倒是咱身躯边的人。另外一方面，耶稣讲的疼对敌，即种疼对敌，毋是一种表面上的客气，毋是表面上的尊重。是对心内按对方的原谅以及赦免。耶稣讲的即个疼，伫希腊文内底，我想大人拢知影安怎念，要哪念？阿卡佩对无？较勇敢的啦，念一解。我需要恁的回应，倒一解。我是要确定恁知影即个字，好阿卡佩。不过希腊文内底有4个字，像是拢代表疼的意思。拢代表疼的意思，到今仔日咱读的即个阿卡贝，较会当来代表上帝完全的疼。其他3个代表疼的字咧，其实迄种代表人甲人之间的爱。我讲一解哦，人跟人之间的爱，人甲人之间的疼，总是今仔日咱所领受阿卡贝所代表，它是一种完全的、理性的。永远袂改变，完全的疼。耶稣为着要互人会当用完全的疼来疼对敌，所以要求犹太人讲：恁来替恁的冤仇人、替迫害恁的人来祈祷。这是有咧讲啥物？这个表示讲心内怨恨，人只有透过为着对方来祈祷，才会当得到讨报。甚至是祈祷的中间。咱才会发现讲，原来我伫上帝面头前嘛是无完全的人。原来我伫上帝面头前嘛是受上帝怜悯甲赦免的人。只有通过祈祷，通过明白上帝完全的，才有法度经过祈祷来赦免别人。总是受害者为着加害者来祈祷，因所得到上大的利益是啥物？上大的利益就是因甲上主的关系会当愈来愈和好。今仔日耶稣重新解说即两段旧约的经文，拢出现伫出埃及记、利未记甲申命记内底。自原底所属的即个经文内底，其实因嘛是只处理讲人甲人之间冲突的问题。上主透过摩西吩咐的方式，就是讲。人甲人的冲突，你着运用目睭陪目睭，
喙齿陪喙齿，安尼陪相的方式。总是耶稣除了吩咐摩西安尼颁布律法以外，也爱摩西来设立一个物件，或者道城，或者道城。道城的用意是要创啥物？道城是要互无细里犯错的人，暂时是去到迄个所在，免得伊受到人的报仇，免得伊受到人的报仇。上主虽然通过摩西来吩咐目睭陪目睭，喙齿陪喙齿，安尼的陪相的条例，总是上主也设立道城，互人甲人之间有机会来和解。设立道城，互人甲人之间会当来化解彼此的即个误会甲怨恨。因为无细里有过失的人，虽然伊去到一道城，总是时间一个到，伊犹原爱面对律法的判断，律法的判断。所以道城只是要防止即个报仇，只是要防止报仇，总是上大的目的，上大的目的是要互人有和解的机会。总是咱要知影一件代志，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是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并无道城。犹太人并无道城，总是耶稣无毋望每一个犹太人的心内，家己设一个道城。我咧讲一解，耶稣无毋望犹太人的心内设一个道城，因咱知影讲道城内底大是啥物款的人？犯罪人嘛，做毋着代志的人嘛，以及你想要报仇的人嘛。所以耶稣真正意思就是讲，心内毋通有迄个想要报仇的人，想要讨公道的人。耶稣真清楚一件代志，犹太人就当时想要用武力、用暴力的方式来向罗马政府报仇，敢有可能？完全是无可能嘛！耶稣嘛知影讲，因罗马人也无信上帝，怀的是迄粒生命。你嘛莫想讲要照律法来因审判。所以耶稣对犹太人讲，就听恁的对敌，替迫害恁的人祈祷，就是毋望犹太人的心内会当原谅，佮赦免才会欺负因、压迫因的人。虽然讲无实际上得到和解，虽然无实际上得到赔偿，虽然无实际上讨到公道，总是耶稣的意思是讲，你心内毋通有道城，毋通有迄个想要报仇、有怨恨的安尼的想法，爱通过祈祷，互即个冤仇来得到化解。倒来耶稣伫听对着安尼教示后面，也将对律法的解说提高到一束缚甲应允的层面，提高到一束缚甲应允的层面。耶稣教示犹太人，当伊面对罗马兵丁的时，因所要对付的，毋是人。因所要对付的，毋是人，是互人做歹背后迄个邪恶的溃烂。耶稣特别要直接强调的是安尼，伊要对付的毋是人，是互因做歹背后即个邪恶的溃烂。所以爱治伊的是，当人攻击你的时阵，是咱的心、咱的灵，毋通受到歹的影响。耶稣教是犹太人爱听对着为因祈祷，就是爱犹太人通过祈祷来对付歹，毋是对付人。面对人的攻击，咱是爱用听来包容、来赦免，甚至爱为着遐个受到歹来控制的人，替因恳求，互因紧紧来脱离歹的即个控制甲捆绑。当犹太人若明白讲耶稣一只的教示是爱因对付的是背后的歹的时，安尼因才有法度来成做上帝的儿女。因为到上帝儿女，较知影上帝的心意是倒搭，毋是爱咱人去对付人，是要对付背后迄个产生互人做歹的溃烂。总是一只要讲的是，一嘴是好人，一嘴是异人。
啥是好人，啥是异人？伫上帝眼中，检是人人拢对上帝的疼痛有亏欠吗？检是人人对上帝荣光的形象拢有亏欠吗？伫上帝面头前，敢有人敢讲家己是好人是异人？咱看旧约，若毋是上帝选民因家己一直犯罪，咱会受到外邦不断的攻击侵略，而且一代过了一代。所以要做上帝的囝儿，上帝儿女另外一方面的要求，是爱知影爱反省，知影爱反省，毋通甲目睭看起别人的歹，却无意识到讲家己是无张持、无注意的时阵，嘛会做歹的代志。迄种无去意识到家己会做歹代志的人，通常就是过分将家己当作是好人、是异人伫看待，所以伊并无认为讲家己会做出歹代志。所以反省是真做上帝囝儿其中的一个功课。咱若是无法度对这个世界来分别出来，无法度来意识到家己的无好、不义，以及意识到家己有歹的念头的时，其实咱甲这个世界的人无啥物无共款，无啥物无共款。最后，咱来读48节的经文。咱若是手中有和合本，咱就来读和合本。这是耶稣伫这段经文互因的一个命令，咱做伙来读，请。耶稣命令讲安那，恁爱完全，亲像恁的天父安那完全。读这段经文的时阵，检查咱心内第一个念头是安怎？哪有可能？哪有可能亲像天父相共款的完全？总是一只我要解说讲，一只的即个完全希腊文内底讲的，毋是迄种抽象的形而上的，毋是迄种超越性的，毋是迄种人无法度了解、无法度达到的迄种完全啦。一只的希腊文即个完全的字，毋是讲迄种完全。一只的即个字完全的意思是讲一个标准，是合格的意思，是成熟的意思，是标准、合格跟成熟的意思。所以耶稣命令犹太人，恁爱亲像上主天父相共款完全的时阵，咱若是用较白话的讲法的话，就是咧讲啥？恁爱恢复当时上帝照伊家己的形象，做恁的迄个形象啦。我再说一次，达到天父照家己形象原底做人的即个标准。咱通过创世纪，咱知影讲咱人的受造是照啥的形象？上帝嘛。这问题转来就是讲，咱有活出上帝的形象无？咱有活出上帝的形象无？所以即句话意思就是讲，恁爱亲像天父的完全相共款。意思是讲，恁爱恢复亲像上帝当时创造互恁的形象啦，来活出亲像上帝的形象相共款。所以反转来看，耶稣直接讲的这个完全，敢有可能会当达到？我要讲的是，上帝袂要求咱做袂到的代志，上帝不会要求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一只意思，耶稣反面就是咧讲，这犹太人还袂符合上帝形象的标准。犹太人的言行举止、心思意念，相共款是无合格、无及格。犹太人的心灵的状况、成长的即个程度，还袂亲像大人，是较亲像囡仔相共款。总是要安怎成做一个完全的人。咱手中若是有圣经，咱来献到头前的8幅，登山宝训的8幅遐。其实耶稣伫8幅即个应允中间的期待，就是咧帮助人会当达到完全的地步。咱来看咱的圣经，不管啥物版本袂要紧。第一个，耶稣毋望咱成做啥物款的人？
心来松口的人啊，和合本写啥物话？虚心的人。第一项就是爱诚做一个家己知影家己有欠缺的人啦。第一个知影家己有欠缺的人啦。第二个是写讲啥物话？哀痛的人啊，台语安怎念？忧闷的人。这是讲爱诚做一个会替别人烦恼的人啦，毋是刚好替家己替别人烦恼的人。第三个是诚做啥物款的人？温柔的人，意思是讲诚做一个袂熬受气、袂快快受气的人。第三个咧，第四个是饥渴慕义的人，对无？这是诚做一个较无得到完全公义、完全正义的一个人。第五个是啥物货？连续人的人，对无？即句话是讲啥物货？诚做一个会当体会别人痛苦困难的人啦，会当体会别人的痛苦甲困难的人。第六个咧，清心的人，啊，台语讲啥？那是无啥物改变。第六个是讲，诚做一个心思意念完全纯洁的人啦。啊，倒来第七个是讲啥？使人和睦的人，这甲今仔日咱经济真有关系。伊咧讲啥？诚做一个引带人和解的人啦。看到有人有冲突、有纷争，你知影爱引带人和解，互人和平三听的迄个人。第八个是讲啥？这甲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嘛有关系。一个愿意为着真理，总是毋惊别人侮辱的一个人。总是我问的是，即百户内底对人的期待，咱讲做会着？咱讲做会到？我毋是讲咱即摆的状态啦，我是讲咱若愿意做的话，咱讲做会到。愿咱做会到完全的停步，然后得到耶稣所讲的这个福气。总是我要讲的是，耶稣伊家己就是完全的典范。耶稣伊的完全是活出上帝的形象，伊的言行举止嘛符合伊家己的即个架势。上重要是耶稣基督伊家己的完全是伫十字架顶来完成的。通过十字架，人要赦免人的罪；通过十字架，人甲上帝要和好；通过十字架，人甲人之间嘛要三听和好。通过十字架，上帝救赎人的计划嘛是十字架顶来完成。耶稣基督的完全是将上帝的听挖出来，引带人甲上帝和好，也引带人甲人之间会当三听和好。而且通过十字架，这个和好将所有的怨恨、报仇的心、无甘愿的心，伫十字架顶来得到化解。当耶稣基督伊用独生囝的身份来邀请咱，做伙成做上帝的儿女。所以当咱若努力想要达到完全，努力想要愈来愈亲像上帝儿女的形象的时，当咱有安尼努力的时，我要讲的是，咱甲上主的关系就会愈来愈好。当咱甲上主的关系愈来愈好的时阵，我要讲的是，咱人甲人的关系嘛会愈来愈好，嘛会愈来愈好。当咱会当用上主完全的听来听别人的时阵，我要讲的是，面对任何的攻击、任何的侮辱、任何的谄媚，拢无法度来影响你原底纯全善良的心。愿咱做伙努力，来亲像耶稣基督相反，用完全的听来怜悯人、赦免人、包容人，拢总会过失。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恳求你，
不管是讲道，也是你的经文、你的话，千万会毋通互阮真做头壳顶的知识。恳求你的信心帮助阮，将你的话挖出来，将你的话挖出来，会当真做完全上帝的形象，会当真做上帝你女儿的形象，会当用完全的听来面对任何的攻击、侮辱甲蹂躏，会当用完全的听来了解、包容这世间所有的过失。主啊，阮伫世间拄着济的挑战甲试探，不管是社会、国家，也是国际上，犹原充满济的冲突，小济的无和谐，济的怨恨。总是主啊，阮无法度做真大、真济代志，所以恳求主上帝会当互阮大声对教会、对厝内底阮身躯边的人来做起。过去若是有迄种无爽快、无欢喜的代志，恳求主上帝你怜悯阮、赦免阮，通过十字架将这个代志来化解。总是主啊，要求你监察阮，无互阮做歹，无互阮去欺负别人、伤害别人。主啊，阮一只愿你的恳求是毋望，阮会当真做像你相共款的完全。我嘛是毋望真做上帝你的儿女，因为若无真做你的儿女，阮就甲天国无关系。主上帝，愿安尼向你祈祷、交托、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要来吟诗，圣诗543首，圣诗543首，我爱学主的宽恕。全首。是要来奉献，咱请张春燕、李正义执事来施献。特别来教会也无明白奉献的意义的，会使免奉献。
这咱起，咱们来吟奉下个诗。为报告大声，咱要来三角读今仔日个金句。伫节目单咱的上后壁面，我读一遍，兄弟咱来读两遍。无伫拍算，我来是要废无律法，也是先知。我来毋是要废无，是要应验马太福音5章17节，请。无伫拍算，我来是要废无律法，也是先知。我来毋是要废无，是要应验马太福音5章17节。无伫拍算，我来是要废无律法，也是先知。我来毋是要废无，是要应验马太福音5章17节。咱掀开周报第一页，顶周的出席甲复现，请咱家己来注意。后礼拜咱要召开好会，请所有服侍人员特别来注意。咱好会开始的时间，第一场甲第二场要合并，是顶晡9点要开始。周间的聚会特别提醒副团客伫今仔日12点半有聚会。周间的聚会甲课程，请咱家己来看。小组的聚会第3页也请咱受君来参与小组的聚会。大岛的事项，请咱特别家己来看。另外第6页伫奉献的明细，请咱来注意。然后出入的所在，请咱向中级来更正。请咱开开第7页报告的消息。本日顶晡11点半伫701会议室要召开关怀服务的会议，请以下的人员出席：敬请省略。陈伟明、嘉丁、王浩杰、刘敏洲、陈素妍、李正业、黄秀碧、黄文光、刘廷启、吴文仁、陈秋幸、黄文正、黄团军。第2项，下晡下晡1点半伫705会议室要召开行政部的会议，行政部的人员请出席。以下敬请省略：陈祖德、嘉丁、李碧清、张碧君、罗建成、冯秀碧、王依礼、施丽华、郑武堂、蔡乃平，请以上的人员出席。下出日2月2日，是咱定期的好会。头拄也讲过吼，早场的礼拜甲第2场的礼拜，咱要合并，是伫顶晡9点要开始吼，请会友踊跃出席来参加好会。咱中昼咱无爱餐，咱要提供便当。教会消息，教育部奖学金的审查委员会来公告，2月19今仔日开始要接受105年学年度第1学期的奖学金甲助学金的申请，到伫3月初5中昼12点要查址吼，要申请的同学，请伫顶面的时间内面，将你的学校的成绩单影本甲申请表格。伫办公室吼，填好了后，交互各班的老师辅导来审查了后，交办公室，交互办公室统一来收集。奖学金的办法，甲助学金的办法，咱伫4楼的公布栏拢有公布，请要申请的同学来注意。教育部第4期的社区的会计班，李明霞老师要免费甲咱指导吼，对3月初4开始。每一个拜六的顶晡10点到11点半，伫705的教室要来授课，欢迎兄弟来报名，邀请较侪的福音的朋友来参加吼。
咱目前的名额是报名到25人的为止吼。咱相关的迄个招生的广告，咱放伫咧公布栏，请要参加的向感情技术是田武栋干事来报名。另外一项重要的代志是，2017年4月23，4月23，咱本会要举行野外礼拜吼。即回活动的地点是伫台湾新人院吼，伫北新啦吼。集合的时间是伫7点半伫东门国小，4月23号早起7点半伫东门国小，咱要集合8点要准时出发，请咱注意这个时间。报名方式请以小组、8组、8区的方式，青年牧区甲自行家己开车的吼，爱付报名表吼来报名，收费是100块吼，咱报名了后，咱就无搁要退费吼。杂志的时间是伫2017年4月初2中昼12点，咱以7台车来做原则吼，所以呼吁咱的兄弟吼，要报名爱较早赶紧来报名。另外搁来是第4项，会员的通讯录的即个刊物的修订吼，咱因应下半年度要实行教会8区小组的聚会所以咱要重新印即个通讯录吼。那为着互教会同工达成关怀甲探访的目的，请会友会当去核对恁的基本的通讯的资料嘛因应即个个人资料的问题吼。除了牧师团队中级通摕到即个资料以外，咱会员部分咱要尽量干性资料吼也根据会友的意愿来精简通讯资料的内容。另外请到4楼的即个会友，请会后到4楼的接待室进行即个资料的刊物吼。酒馆请到6楼的办公室来刊物。时间为本周开始到3月19为止吼。感谢所有的兄弟来配合。另外咱汤教会要征求主任干事1名吼。以下有相关的即个标准请咱家己来看。有意的请将恁的简历、自传寄到伫咱教会6楼迄个督导长老来收吼。相关的面谈来做后壁的安排。另外，探访100的训练课程透过训练甲演练吼，咱要呼调100名以上的探访的精兵咱过去几礼拜以来，咱有陆续去进行吼。你若要愿意成做一个陪伴甲关怀者，请你来接受训练。咱过来较接近的即个训练的时间是伫2月22拜三7点半到9点，是伫桃园山营小组的训练吼。即个时间地点请咱家己来注意地点是伫701的教室。相关的联络人请甲刘敏秀执事也是彭秀碧执事来联络。教界消息佛摩萨228 70周年听甲接纳的纪念音乐会是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新德中会来主办来办理吼。有协办的单位包括即个新德市政府文化局等等这些单位吼。时间就是伫2017年2月2日下晡3点到4点半。地点是伫新德市政府的文化局的演艺厅吼。这个所在是伫新竹市东大路2段15巷1号。另外有几项的即个演讲吼，这是教界消息，包括咱伫浙南港场要有一个台湾教会史上的一件血衣吼，这是伫2月19日下晡2点到4点，是由7000中会浙南教会遮来主办吼。另外，古伦神父的灵性关怀加健康职场的巡回讲座，对2月16到28吼，相关的讯息伫咱楼骹的海报公布栏拢有吼。
另外，世界公道日，妇女世界公道日是3月初二，点播9点到9点半要报道，10点要开始礼拜，是伫新竹长老教会吼。要报名的请咱的会长简秀柱会长，也是朱美玲姐妹来报名。另外，搁一点是新竹中华要设立一个宣教基金吼，主要是要协助教会，特别是咱新竹中华教会的建堂募款甲宣扬吼，扶持较弱小的教会因要开拓来设立的吼，请兄弟兄姐来关心甲奉献。以上请牧师来介绍补充。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即只来做补充甲介绍，大先来介绍第一届来到咱中间，甲咱做伙聚会的兄弟姊妹。第一位尤慧芬姊妹，尤慧芬姊妹一只来欢迎伊。好，请坐。好，请咱伫爱餐的时阵到含慢来招待。好。我嘛有看到即个公社夫妇今仔日有倒来一咱中间，请因起立，咱做来甲欢迎。好，请坐。好，一只头挂有报告到即个探访100的即个训练啦吼，即个训练课程已经到至尾声，剩2届上课的即个机会，总是过去有上过课，恁的即个卡片我袂签名的，等下中昼的时，我会是落来办公室。伫遐来等待，需要我签名的，你通伫遐来找着我。好，以上一只做补充以及介绍。三甲来吟罗马变上扬400首，上扬400首，原主人来甲你同在。起立，吟全首。领受上主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帮助阮愈来愈会当活出上帝的形象，愈来愈会当活出上帝完全的疼。愿三位一体的上帝来帮助阮达成这个完成的这个任务。主愿安尼愿你祈祷。感谢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祝歌。Hey!
电乐、灭岛。请牧师来主持平安礼。好，咱即时做伙起立，彼此握手来讲平安。